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晶，欢迎准时收看福气来了。200日好是生产线哦，带大家看下来认识当季好是了解到了菜体的特色。今比我来同大家小解两项食材啊，普通是会讲是汉肉菜，因为俩太细是用短部的时间将会用到，同俩个汉肉店嘛都有卖。不过啊，卖嘅是在讲做下是俩个进口嘅，韩国啊主要做下是造嘅吼。当然呢，唔止讲，俩都汉肉菜，同俩台湾啊没有农民来种，还是俩安全有机嘅哦。所以啊，有乜嘅用嘅好门咯，哋下嚟就愛夾來反映見邊嘅貼喺內邊咯。後生嘅工種人，後生農民王家們好。大家好，我是凤家們，來自於花蓮吉安，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栽種的有機的丹參、當歸，還有紫錐菊花。然後今天來到福氣來嘅，很希望跟大家多多分享自己栽种的有機的保健作物这样子。对，好，講到啊，基本上都也現場我請到一個家們哦，來到也為老大家來分享佢自己本身哦，吼，一個工種嘅一個經驗啦，吼，真是愛種一個漢肉菜吼，無按簡單，咩無按改，所以佢很用做起司嘅，吼，應該下做熱門嘅，吼，啊，我想啊，嘉敏你自己本身，然後可能很多的年輕人，他們會回鄉，好務農，大致就是可能對耕種的這個部分可能有興趣，或者是有一些理想哦。那麼你自己本身是讀書的時候學的是農業相關的科系，還是說你自己本身家裡哦本身就是務農的，你才會想要來做這個工作？其實我們家沒有人務農，然後我是都在外面念書。那我因為很喜歡生物，然後其實我一直都在念生物。那大學是念生物科技。然後研究所我做的題目主要是螞蟻，然後我都會出野外去採集。然後其實我很喜歡野外採集那種生活。然後一方面我也會做回實驗室做生化實驗或分子生物實驗，然後常常會碰到很多化學藥劑。那後來有跟老師討論說，其實我還是想從事一些生物相關研究的工作，可是我又不太想碰化學藥劑。後來就想說可以回家務農這樣子，所以才返鄉務農。好，係按用現就係講自家本身係好了解生物相關嘅一個想講課內啦。唔過呢，一個課內來講，當然我都愛接觸到一個化學嘅東西哦。故說呢，對一個研究嘅過程當中，一個家們叫做起嘅當道嘅素材啦，嚟做實驗啦，亦都做希望講啊，佢自家做到嘅然後一個生物有關嘅工作，故所想講我來耕種哦。不過呢，講到一個耕種啊，家裡本來是沒有，就是沒有務農，對，沒有人務農。那這個務農的這個經驗跟技術，經驗我們知道嘛，要累積。對。可是這些農業相關的技術，你在就是求學時代可能也都沒有學過啊，哈。對。那你這些技術啦，還有你要種什麼農作物啦，這些部分你要怎麼去學習？我一開始我就直接跑花蓮農改場，因為那個時候快退伍，然後我會希望說，直接去花蓮農改場拜訪老師他們，希望找一些適地而種的作物。當然，我一開始就有想要種中藥材，可是所以你去花蓮農改場去拜訪這些可能裡面的專業人員的時候，對，那時候你本來的一個想法就是想要種中藥材。一開始有想過，可是因為中藥材，我一開始也覺得它資金成本還有那個技術門檻，我都覺得比較高。所以一開始是想說先去問一些雜糧作物啊、果樹啊去栽種，然後再跟那邊的老師聊天聊一聊之後，發現其實中藥材也是可以嘗試的去栽種，因為花蓮農改場他們一直有在推廣栽種像丹參或當歸這樣的作物，這樣子。所以在你開始去接觸農改場之前，他們推廣已經有一段時間。對，那時候他們已經推廣一段時間。那後來我就想說，有這個機會，然後就利用快退伍那段時間，每天只要有放假，我有空就會跑農改場，然後去煩田裡的技工大哥他們看怎麼種，可以學這樣子。然後一開始他們也會覺得說，
你是年轻人，一开始来，你真的要种田吗？都会怀疑一下。那我就觉得我自己，那你要怎么证明给他们看，你真的想要种田？我就用时间，就是每天包含退伍后，每天就是都跑农改场去问他们，或者去找其他农友去询问，然后看怎么学怎么种这样。就一方面边学边种，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跟农改场的这些大哥学怎么种，然后跟我们的经验丰富的农民，好，也是你的一个学习的对象。那这些当然就是比较基础的，没哈。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土地的取得，你刚刚说家里没有务农，那你土地的取得的部分是要自己去买呢，还是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家没有农田，所以我的地都是用承租的。那承租的部分都是像爸爸他们有认识一些地主，那我就借由爸爸去认识这些地主，那去跟他们承租。当然一开始承租的时候，地主他们也会觉得说，你年轻人要种田，那可是我田如果租给你，好像有跟着有妻田那种感觉，好像田最后会变我的，然后可能就要跟他们沟通，然后一方面透过爸爸是他们认识的人，这样有一个证明说我不是要骗他的东西这样子。而且他们可能对这个年轻人已经有点陌生了，你在求学的这个阶段大概就没有住在花莲。对，因为我大学研究所当兵也都在外地，没有在家里这样子，所以说本身跟他们比较不会有接触到，认识的人也比较少，对。所以我们这个农地的取得来讲，第一就是已经解决了。那在技术的部分哈，我们可能就是跟农改场这边来做一个，就是好跟他们学哦，就是去问他们，但是这毕竟都是一个片段的一个学习。那你怎么去？就是还有应该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嘛？你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像其实栽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会去找一些，就好像当做读书，好像准备一个题目一样，然后会去找一些资料来看，然后补充一下自己的知识。那可是像机械的部分，我就真的比较没办法。机械、农耕机具那一些部分，机具也是你在种田当中才学的。那主要也是先透过因为爸爸本身比较有在摸机械的东西，那就会先问爸爸说这些看爸爸会不会用，这样跟爸爸学看怎么用。然后如果真的使用上还是有困难的话，就可能会去问那个农机行，问他们说这些机具怎么操作的，或者是看农友大哥他们操作的过程中边做边学这样。等于说这段时间啊，你就讲到应周应后啦，应周应后，慢慢的有读到一个那个问题的时间将来想讲去结咯，一路行落真正的讲后生人爱坚持落去，因为讲做农啊，这些东西辛苦，可能就无按改的，我来问下了解他们你从开始接触到现在几年的时间，多久的时间？目前大概第3年。第三年对。第3年听听呢对啊，第3年。到目前为止啊，你有没有想过说要打退堂鼓？中间一开始没有，其实我一开始抱持还蛮兴奋的心情在栽种这个作物，因为会觉得说，因为我很喜欢生物，那我就觉得说好像要学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会觉得很特别，然后会有一种想要研究它怎么样更好。然后它可以长得更好，或者看它长的状况，去观察它那种心情，然后去努力这样子。好，古说看佢上都用的啦吼，迄讲读到问题的时间，我落去结啦吼，那段时间就二人问的吼。刚刚说到我们在花莲这边推广的就是单身跟当归哈，就是有推广一段时间了。所以为什么会在花莲特别做一个推广？是因为花莲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栽种。像单身跟当归来说的话，它的环境是怎么样？花莲农改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做试种，那他们实验的一个结果，可能以花莲市、花莲吉安这边的土质比较适合去栽，气候也比较适合去栽种单身跟当归这一类作物。那栽种起来的成分上也都还不错，活性成分上都比进口的要高很多。活性成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药材里面的，可以说有效成分，有效成分比我们进口的要高很多。像
单身来说的话，它里面有单身酚酸、单身酮这一类有效成分。那农改场他们去检验，花莲氏跟吉安的成分大概是市售的大约7.8倍。对，那这么高的原因，只是因为花莲的土质比较适合。对。好，那我们就是花莲的土质啦，花莲的这个天气啦，各方面，我想是适合来种丹参跟当归。那么当然适合种我们可能在成本的部分就可以稍微压得低一点。你们在种植的过程，其实这个成本会不会比一般的农作物高啊？高很多啊，反而也还是很高，因为我种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真的像它还是有别于一般说种叶菜类这样子，它的成本要高很多。因为可能一来也是因为我自己栽种技术还不够啦，那可能栽种上它有时候可能怕水，怕因为它跟茎类怕水，那又怕太阳太大。所以它怕潮湿，怕热。对，又怕潮湿又怕热，然后它其实因为有机栽种上很多病虫害，它不太像我们传统上认为说中药材有很多特殊的香气啊、特殊的成分，那可能没有什么病虫害。可是以丹参来说，其实会吃叶菜类的虫都会去吃丹参的叶子，所以然后它前期因为我们都种1年才采收，所以前期那个还很小颗的时候，时间是很长的，很难去看顾到它的状况，这样。很小颗的时候，时间很长。对，育苗期，我一开始育苗就大概还没到田里的土壤，可能就要1个多月。那如果说苗期要种到田里的时候，大约它还很小株，就大概也要2、3个月到3、4个月左右。所以这一段时间大概3、4个月的时间嘛，等于说是照顾最难、最辛苦的时候，最麻烦。那个时候有时候虫太多，我还要半夜可能带着头灯，就把作息调整的跟虫尽量一样。好，这个就是你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可是其实我把它当成是，一方面是防治，一方面了解说田里有哪些病虫害，然后一方面说，看哪一些比如说我会做一些生物防治，可能喷一些苏力菌啊之类的生物防治去控制病虫害。可是因为不是100%，生物防治我自己觉得大概50%到60%大概就很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就是种有机来讲，生物防治的这个成功率好了，或者是说它的算一个效果防御率来讲，就是50到60就已经算很好的。那其他的40就是要靠你刚刚说到的人工的方式。对，就是再去花时间陪它，因为毕竟我种的是露天的，我没有温室或网室，所以我就尽量调整作息。刚刚提到调整作息可以跟虫一样，这样可能半夜或者黄昏日落这样，或者一大早。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虫会在那个时候去吃我们的叶子或者是我们的植物。黄昏的时候。对。你们安排个时间。其实他们也怕太阳，所以他们也会躲起来。所以你大概就是要跟着他们的作息，比如说傍晚出来，你就是傍晚的时候，就是带着头灯去找他们，寻找他们，把他们抓起来，对，把他们抓走，回家看一下。有时候会有空的话，会翻一下图鉴，看是哪些虫这样子。对。好，咱讲到也个丹参来讲啊，想讲迄补气嘅啊，都混育材地保度来讲，大家应该唔会上手啦吼。上来啊佢做定用嚟去运用咯，韩国佢有内地嘅，是讲好处平时生活当中用嚟来，实际上做的是讲调用到你身体加添嘛吼。咱再个继续来，老乡亲朋友来讲到，喺讲呢，乡亲朋友对今本讲到嘅主题，知道有问题，我来问现场来宾，咪作为打电话到现场来，先来聊下。好
來鄉親朋友，喺困覺後啊，轉到福氣來咧，節目嘅現場咯，今日又先來小解本大家嘅講單身吼，咪有人講按照風聲啦吼，同你講直接去韓國一個頭擺嘅印象就講去韓國，聽說我買那個什麼將來是講是的來用尖椒啊，講乜嘅是的食補咧的哦，對人嘅那個講補氣血各方面可能都有幫助啦吼。不過呢，今日來小解嘅那個單身吼，講正經嘅吼。佢咩強款嘅課，唔過佢生起來唔啲鄉親朋友上學啲講佢識起來嘅了解，整個每歲係咩同什強款哦，現場兩不一樣哈。我們今天現場其實看到的這個部分，這個是我們單身泡的茶哈，泡起來嘅時候就會按用型哈，也還看得到哈。那這個吃一般我們說真的啦，然後可能只是泡茶，跟一般我們對那種人參的這個印象，可能覺得人參可以燉雞啦，然後可以剛我說到的泡酒，很多很多不同的這個運用方式嘛。那單參呢，除了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泡茶的方法，那喝起來，我先來試試看。我吃到啦哈，衝嘅嘛哎，細時節食嘅酒米，很像狗尾草的味道，它吃起來，那這個味道是它怎麼說呢？它就是泡茶的時候是這個味道，沒有這麼濃。就它原本的味道，因為我比較傾向就是我種什麼東西，我裡面就放什麼，所以就是它的原味。所以這就是你直接把單參曬乾過後拿來做成茶包這樣子。那我一方面做茶包，其實是為了使用方便啊，因為現在的人有些比較沒有在煮東西，所以希望說它可以拿來泡茶。直接喝也可以，或者當調理包丟下去煮都可以，因為它本身是屬於棉質的成分，所以其實不太會有其他物質析出。對，也可以拿來料理。就會像這樣子一包一包的，對，裡面是已經包好的嗎？就獨立包裝那種，都是獨立包裝鋁箔包，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拆開來放到我們的，就是在辦公室也可以隨時泡來喝。對，就可以當一般茶包這樣去沖泡就可以。對，那這樣一包大概可以沖幾次啊？這一包大概500cc，然後回沖的話，我自己是都泡到沒有味道啦，可是它可以回沖沒有問題。這個做的身體高叫做硬沖啦，吼，進到差不多磨米時嘅時間，這樣去調體，吼，也這個也適合方式，體一隻也顯透你咯，這些都無限吼，可能我係唔講拿牙後來講。煲雞湯啦，也係講到我來做料理嘅時間，上班下可能冇按到時間，單槍用食咧後來泡茶，上來就係一定好嘅吼。好，頭先你進到一節目當中啊，先來講到一運用嘅食一其中之一，當然就係泡茶。一下來我進來講到滿多就會，剛剛其實我們提到的就是這個病蟲害的問題嘛，吼。對。病蟲害，剛剛你說到，你會跟着他的作息，好，改變你的作息去配合嘛。那它的病蟲害有哪些？除了還有我要怎麼看得出來？像這顆單參，它已經有病蟲害了。其實像葉面如果慢慢，其實很明顯葉子被吃、被咬有破洞，那可能就有蟲。那我們可能就要去注意說它是不是有蟲害。那病害的部分是像它有時候葉子，可能你陰天或者是有下過雨，它長得亭亭玉立的、漂漂亮亮。可是如果當它的病害有產生的時候，它的葉子可能就會被太陽曬過的時候會變軟，你會看它好像挺不起來，就軟趴趴在那邊。那其實那一棵作物可能就有點狀況，那我可能就會再去噴一些像枯草桿菌這一類的一些細菌，去幫助它去控制它的病害的部分，這樣子。那你學的是生物，對，你自己學的是生物的方面的。科系是我一開始大學我念長榮大學生物科技學系，生物科技嘛，對，生物科技跟現在的這個工作，這個比如說病蟲害的防治有沒有相關？我覺得稍微扯上一點邊的原因是因為都是生物，那我因為很喜歡生物，所以其實跟生物有關的話，我自己的連結會比較快，那我也會比較喜歡。
就可能像人家说有兴趣就会比较有动力这样子。有样啦，吼，因讲到吼有兴趣啊，吼去做的时间哈，就会像佢安样讲营造出唔会吃到开啊，吼，好讲到叶味可能乡亲朋友就会想讲啊，吼，迄个品种可以调整讲到叶味啊，吼，就会安样啊，规条就像因讲做无乜个精神的用的啦，吼，迄讲叶种的就係其中之一的品种可以嘅问题吼。除了刚刚你说到的这些状况之外，我们最主要的病虫害到底有几种？大概？我觉得单身的部分，可能就像一般会吃叶菜类的虫，其实就都会吃我们的单身的叶子，所以毛毛虫这一类，不会吃强抽叶，都不会吃叶个单身，对，叶味，蛾类的啊，或者是蝴蝶类的幼虫都很多。那另外可能也会有瓜牛。瓜牛从大到小的各种 size 跟品种都有，全部会走来啊，都会来。哎呦，你用解释啊？T1年、T2年、T3年、1、3年来讲啊，哈，相当于种啊，亲成功係那年，就是讲你种了3年，对，最成功的是第1年还是就是第1年蛮惨的，因为第1那时候年会其实比较惨。也蛮惨，因为那时候其实不太懂控制它的病害跟虫害，那就当做一个学习。然后一开始种，其实就农损上会很高啊。那后来种，当然就汲取一些教训，慢慢去学着种。然后后来种会遇到那个行销的问题，因为种完这些东西我不太晓得怎么卖，因为我们的成本上比较高。那其实一方面一开始朋友也会建议说，怎么不去中药行啊，或者是去哪里生技公司直接批给人家做就好。然后，可是他们其实比较在意，大多数啦，不是全部，大多数的他们可能还是会比较在意说，你这东西可能除了品质以外，那可能最后会考量到的还是价钱的部分。因都会讲到咧吼，你讲要做生意来讲哦，T1就係也個量油啦，冇T2就係也個加湿便宜吼，你一般來講佢都怎會老唔賣嘛吼，呀，迄講要量重，你都冇辦法做到的時間，就懂困難嘞，你愛賣不賣啥吼，要時間你用來做，就講在你剛剛說到的嘛吼，又要量要大，然後價格又要便宜，那這些你當然都不符合他們的要求。對。但是這時候呢，會希望說，因為我是學西方科研，就是類似科學研究這樣的教育上來，那我會希望透過一些實驗數據去告訴他們說我們的東西的品質的狀況。那像剛剛提到一些活性成分，那我可能就跟他們說，農改場他們有做一些實驗，那我們的可能是7.8倍，類似這樣。那7.8倍提供給他們，那我們也希望說價錢上他們可以考慮一下。那可是最後考量可能還是以那個價錢為主，所以說也變成我後來其實很常跑一些有機農民市集去跟大家多接觸，這也是一個原因，因為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去跟消費者面對面接觸，我可以多了解一下說，其實可能大家在使用上這些東西會有什麼樣的問題，或者是希望怎麼去使用這些東西，或者是他們不曉得有哪些問題，這樣子。古時候講到一個面對面吼，留人哋嘅消費者，所以來留佢哋接觸吼，你講留一個單身有1號吼，留佢哋講咩吼，講嚟過後佢哋爭啲咩吼，都行自家嘅路，自家來做一個行銷吼，也就講到種出來吼，種當然同辛苦，唔過種出來應用嘅買也咩係一個獨到嘅困難之一咧，吼，好講到樣啊，像觀眾朋友可能就懂上一啲啊，吼，單身你剛剛說到的有這個單身酚酸、酚酸跟酮，所以這2種成分哈，算起來就係它的這2種成分哦，就是我們可能不能去講效用嘛，但是它這2種成分它的作用是什麼？其實丹參像《本草綱目》裡面記載的部分，它主要是通血路，它對心臟、血壓、血管非常好。然後它裡面也有寫說，李時珍有提到。一味丹參共同四物湯，所以本身它可以當四物去使用。也都會遵照那個四物按用嘅方式來食啦。不錯，這個泡茶就有它的效果了。泡茶也可以，因為它裡面有水溶性成分跟油溶性，但是好像打個比喻，我們手如果沾到油油的，它去洗手，然後有水再沖，你多洗久一點，其實那個油也會掉。所以其實像我們這樣直接泡茶，它油性或水溶性的成分都會在裡面，只是我們不太曉得。那如果你現在滴油下去的時候，它可以油溶性會把它包起來，那會比較明顯這樣子。這樣子，所以講到啊，也都係
就算係色茶啦，吼，佢嘅效果咪慢慢的會出來啦，吼，也通血路哈。再過來呢，哈，我們這個吃哦，可能就會有一些人不適合嘛，哈。对。那通血路，那有哪些人不適合吃？像刚刚有提到说它可以取代事物做使用。对。所以说一般像事物上的禁忌，我们也会建议说，那禁忌上有点雷同，就是像女生那个来，或者是怀孕期间不适合，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服用一些抗凝血药剂的部分，那它们的作用会抵消掉，可能就是变成吃这个也没效，吃那个也没效，那会建议把时间错开，类似这样。就唔好強下食啦，吼，古所也下講到嘅講，西方人講到食嘅下啦，吼，也講有成風嘅下就也吼，因講盡量唔好去食到啦，食到嘅時間減下就唔好啦，吼。另外有頭先講到食也嘅因講抗凝血劑嘅時間，你咩唔好食，吼，也叫做因講時間吼，然後佢因講唔好強下食，按樣就唔係有氧用到啦，吼，就會按樣。好，也就講到也部分哈，就是我們在吃的這個可能禁忌的部分，這些人不可以吃，吼，這樣的狀況下不能吃。那我們還有哪些的這個料理的方式，或者是有哪些方式我們可以，就是有什麼方式，就是你去到可能市場市集的時候，對，你可能要教人家，當然就是成分的問題咯。那可能你也會從消費者那邊學到很多的這個料理的方式，那你可以推薦幾種看怎麼吃的方法。我都跟客人講說，他有一個像他有一個生字，他們就會想說可能跟人參很像。那我會建議，其實跟人參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人參補氣，作用性不同，丹參不補氣，它就通血路。那在煮的上、烹煮上的話，烹飪上可以有類似的做法，像人參有人參雞，那丹參也可以拿來燉湯。只不過新鮮的跟乾燥的燉起來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新鮮的燉起來是亮紅色的，對，因為它畫面上看到嘅吼，也不同嘅時間吼，佢嘅色都用金條吼，就是凍漿。對，然後乾燥的燉起來是暗紅色的，它的顏色比較暗淡一點。對，但是成分一樣，只是說煮起來的那個感覺、色香味有點不太一樣。對。好，所以因講青嘅吼，煮起來就像嘢下方面看到嘅，當上顏色啦吼。迄講呢，因講到唔係青嘅，係洗澡嘅吼，煮食起來就因講到食就冇共用啦吼，韓國食起來咪冇共用。因頭先方面看到嘅就係你講較青嘅吼。唔過呢，也個你愛去買嘅時節啦，吼，也講也單身哦，品質好不好？我們要怎麼去看？一般來講，可能我們就覺得又大。好，人參我們一定是很大隻，就是覺得它品質是最好的。對。那丹參我們要怎麼看？其實丹參跟當歸我都是這一類的作物，我都是種1整年才採收。那其實它1年生一長年咯，12個月才會採收。那其實這樣採收起來的品質剛剛好。那至於說大小，我自己其實講真的，到現在我自己挑也會想要挑大一點的，就是越粗越好，越紅越好。我自己會想這樣挑，可是其實它一整株採收起來，其實它大小粗細都一定都會有。那其實它的成分都一樣。那其實我最後都跟客人講說，那其實稱重去販售，那你們可以稱重去使用。那其實不要因為它細就沒有作用。對，其實作用一樣。然後另外他們這樣子在使用的時候，可能會覺得說，有的好像很紅，有的沒有那麼紅。那很紅的有比較好嗎？確實看起來是這樣啊。那使用上的話，你如果都把它可以做個小實驗，相同的量拿去煮。好，那我們這個要做實驗的部分，我們待會再來講哈。因講到真係吼，一個太久後係咩按用去，然後頭先就講到冇聽錯啦吼。按用嘅做實驗呢，按用嘅去提供佢嘅品質好啊唔好。因家下聽張哥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先來歇困下聊下來。好啦，鄉親朋友，歇困過後啊，轉到呢福氣來嚟節目嘅現場，今日係禮拜2號是生產線來同鄉親朋友來小解到嘅嗬，是係呢個
听起来啦，其實應該是算係漢藥材學嘅一種，喺台灣咪有種咧，本來攏係歷史真巧嘅。那講咧，台灣自家有種，又係前嘅用船買來用台灣嘅，然後來喺下非常受歡迎位嗬，就看到嘅嗬，呢就係頭兩個一般市面上買得到嘅，買得到嘅一種嘅那個香港丹參嘛，這是我們在市面上買到的。這個顏色跟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新鮮的顏色真的不一樣，差蠻多的。對，因為其實乾燥後顏色一定會呈現比較暗淡。那其實因為市售的它通常會經過泡製，那中藥材有所謂的久蒸久曬，那其實有很多是為了保存，那也有很多是為了讓每個藥材有不同的藥性去調整這樣子。那其實就我目前知道的部分，像丹參啊、當歸這一類作物，他們其實泡製的部分還是以讓它去做保存為主，就是防潮啊、防腐、防霉這樣子。防潮、防腐、防霉最重要，其實真的就是怕壞掉。對，就是怕它壞掉。那其實說市售的，他們因為常會有一些藥材去燻過，所以說本身它氣味上可能就是我們可能這樣直接看也不太好去分辨它的好壞。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像新鮮的，我自己在種的話，像新鮮的，那我們要怎麼去看？它這個應該品質也有優劣，對不對？品質一定有優劣。那像剛剛有提到說有提越紅越好，越紅越好，越大越好。那其實主要我不建議這樣挑啦，我建議你們挑的時候越好越大越好。我們就是看它的品質。我建議挑它的氣味，氣味要用聞的嗎？聞的，或者是摸起來沒有腐敗，沒有敗壞這樣子。聞起來的味道要怎麼樣？沒有像你東西腐壞啊那種味道，所以就是先聞它的味道、它的氣味哈，聞起來冇嘅你講東西壞嘅嘅明細就周圍的哈。對，那不要有腐敗的味道的話，其實它都算 OK 的這樣子。就用皮葉就好咧。對。啊呀嘅係講太細頭，人都冇必要講愛去貼片去塗太頭嘅。那如果說像市售的話，顏色的話就。紅的或者不紅其實都沒有關係，它只要是種出來，它滿一年，那其實這個作物的成分上都還不錯。對。那如果說像乾燥的，就是市售的，當然我自己也有做乾燥，那顏色上也會變得比較暗淡。只不過說聞起來的時候，保存上如果譬如說有腐壞，那它可能我們就聞得到它可能有霉味。那如果有霉味的話，我會建議可能就不要去使用會比較好。真是吼，因講到你啊漢藥材啊，真是用嘅時節，所以希望講愛補身體咪吼，愛補身體嘅時節，係講有廢體啦吼，因都真是唔可以用佢嘅吼，係講因頭先來提到嘅吼，一個假面講到嘅吼，自家做嘅吼來調土一個錢嘅吼，你冇廢體嘅面絲吼，所以講冇東西面體嘅面絲，按用就做嘅就錢嘅，因現從按用來用就一定好咧，就係按用型。對。也部分啦吼，真是，上班下都懂難去講安用嘅土，唔過日下安用嘅講，就最基本嘅、最簡單嘅啦吼。學講睇日高後啊吼，可能有錢朋友都想講，啲講啊吼，你另外一種頭先應講丹參咩吼，日下講睇就丹參咯。不過三下來就係你嘅當歸哦，你先從做嚟看下吼，有冇有嘅人講嘅乜嘅看起來像日嘅青菜哦，青菜嘅日嘅你嘅當歸真正嘅吼。嘿，你講愛食嘅時節啊，當歸收起來啊，吼，佢係愛用嘅去運用咯。那我想那個時候，你除了種丹參之外，花蓮吉安這邊我們也在推廣種當歸。對。那當歸跟丹參哈這兩種，當歸它會更難種還是更容易種？其實我覺得當歸的部分，它們的病跟丹參的病蟲害就截然不同，因為像兩種病蟲害是完全不一樣的。幾乎完全不一樣。當然有比較重複的部分啦，像根莖類都會有線蟲的危害，那這是它們比較有重疊的部分。那如果說像當歸來說，因為它真的香氣比較強。所以說，像那個毛毛蟲類的蛾類或蝶類的毛毛蟲，其實比較不會去吃當歸的葉子，反而是像我們照片當中看到，現在看得到的，對，這個主要是像有薊馬，或者是蚜蟲，蚜蟲會去吸食它的汁液，那導致它其實會有比較多的病害，跟那個它因為被吸的汁液太多之後。它反而會容易有枯萎的狀況。那薊馬的話會造成像剛剛看到它的葉面會捲曲，
那叶面卷也得会按用，用叶被它会按用建议到就对超嘞。会卷在一起，那它会没办法正常的行光合作用，然后导致它就败亡这样子。哦，古所以看到你嘅丹参老也嘅同贵嘅片虫可以完全无共用嘅吼。啊，嘅你嘅丹参吼，頭先就提到嘅吼。所以吉安的空氣啊，吼，甜食各方面最適合來種嘛，吼，一個當歸頭先要講適合來種，唔過佢兩種嘅種起來品種可以完全冇共用，一個薑誒，他們怕的這個就是病蟲害來講不一樣，那其他的呢，比如說天氣溫度，或者是我們的土質都是根茎類，所以其實他們也都一樣，都很怕剛說到的淹水，還有太陽去曬。那當歸更怕太陽曬，太陽只要太大，像夏天的部分。不過好在台灣的季節其實沒有那麼的明顯分布，所以其實春天、秋天跟冬天都很適合去栽種。可是如果夏天的部分，當歸就會比較容易被曬到趴掉這樣子。對，所以當歸。天一薑誒，當歸清薑誒就會薑黏，好最怕熱。那丹參還沒有當歸這麼怕熱。對，所以種的時候你要有地方讓它能夠雜營啦，吼，有蔬菜幫你雜營。要時間你就要種到那呢，田荒暗太偏，那你要怎麼去種當歸？其實最好的方式應該是要有遮一些像黑網啊這樣子去讓它比較好遮陽。那我自己在種的方面，因為我沒有去弄那個部分，那我就是周圍如果有可以遮陰，種植一些可以遮陰的作物，那可能周圍有一些樹啊或比較高大的植物去擋住它，讓它有達到一些遮陰的效果。對，所以你會種一些比較高的樹，就直接達到我們剛剛說到的需要用那個黑色的網子蓋住的這種遮陰的效果，直接這樣子種的效果會比蓋網子好一點。其實效果還差不多，但是就是可能我自己在使用上，因為我使用這樣比較方便，那我可能就目前有搭配一些像薑黃這樣去擋。因為薑黃蠻大顆的，長起來。薑黃，然後就把薑黃跟當歸混交叉種，這樣子。這個薑黃我知道它的會比較高，長得會比較高。那我們的當歸可能就沒那麼高。對，就達到一個遮陽的效果。當然，我有聽一些農友前輩，他們有在使用一些方法，也更好玩。他們可能就乾脆不除草。不除草也是一個好辦法。它大到一個程度之後，可能就不除草了。那就讓雜草去幫忙遮陽。那當然那樣種出來，像我們種的話，其實你說大大小小，也是大家是希望越大越好。可是有時候根茎類挖起來才知道大小，這樣子。對。所以講到一個當歸你是跟丹參是同一個時期一起來種的。幾乎像我種植的時間，大概就是都在像剛提到的春天、秋天、夏天。春天、秋天跟那個冬天，比較會跳過夏天這樣子。那栽種的時候是主要是這幾個地方。那因為所以就大概會4到5個月左右去種一批。那盡量因為有的客人他喜歡用新鮮的，然後有一些喜歡用乾燥的。那我盡量也是保持說，大家如果要新鮮的，都盡量還採收得到這樣子。說到這個，你剛剛說3個季節可以種嘛？那我們這個收成的季節是因為你種的時間不一樣，就隔年的那個時間可以收成去採收這樣子。對，當歸也一樣。對，都是1年要種1年的時間。對，然後我這3個季節當中種比較大量的會是在那個當歸跟丹參比較大量會是在秋天會種比較多。對，然後冬天跟春天可能就搭配着，可能種不多，就一些量，保持有新鮮的可以採收這樣子。對。好，那我們的這個就是量的部分，目前為止也有固定的消費者會跟你訂購。也算固定啊，就是有一些可能餐廳的業者，他們願意使用看看。或是講台灣種的青的，對，新鮮的食材他們願意使用，然後也有像有一些網絡平台，他們可以幫我販售一些乾燥的品項的部分也有，然後再來就是透過自己跑農民市集，去跟消費者接觸這樣子。好，安用頭先有講到了解丹參啦，你安用的是泡茶色啦，吼，無茄酮全部做為得的吼。啊，你啊當歸，吼，當歸來講，嘿，
你讲龟头全部都得用没有？就是从根部到叶子全部都可以。对。就是有可以运用嘛，哦，那你这个当归的话，你的这个销售的方式，或者是在运用的部分，你要怎么去？当归的话，新鲜的来说的话，它因为全株，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全株都可以使用。它是叶子的部分跟花的部分，会建议说切碎了可以炒蛋，非常香。哦，然后切碎之后可以炒蛋。炒蛋，或者是就是因为它味道其实跟芹菜有点像。那也都会建议说，可以就把它当芹菜去使用，或者当。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是当归的花。对，当归的花，白色的，白白的，很漂亮哎。对。然后它如果要开花的时候，就要采收了。对，因为它如果这个时候不采收，等它结种子的时候，它下面的根部就会整个就会木质化，就会没办法采收。就做我们的用嘞，无法土做用嘞。对。所以说，在料理上的话，除了当芹菜用，也可以当香料啊、调味这样去使用。古所做的同样嘅用当归嘅叶嘅吼，拿来即炒卵啊，或煎卵也得吼。韩国呢做的拿来专种用，迄讲芹菜不下芹菜末吼，拄好要买下龟头嘅当归嘅时间，叶嘅拿来种种係做做芹菜来用来推呀芹菜，推呀咁用演习嘅就是香菜。对，也是可以。香菜啊、九层塔这些像辛香料的佐料的部分都可以使用代替啊，代替现生。当然气味上不同，但是可以换一个用看，也都可以。然后根部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拿来炖汤。炖汤，那炖起来的味道就是我们一般会闻得到和当归味，只不过说气味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市售的它往往通常有时候会用酒精啊，或者是酒类的东西去泡制，所以它本身在晒的过程当中，因为经过这样去泡制之后，它的香气比较容易被带出来。那我们的其实就是它原本的香味，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就是它原本的香味。对。哦，安用型啊，所以讲到呀，当归啊，真是啊，吼，就是做啲安用来运用，还有呢度嘅大家可以有才嚟夹下嚟，大家嚟講，先嚟聊下咯。好啦，乡亲朋友啊，一些困过後啊，轉到福氣來嚟哋節目嘅現場啦嗬。今邊係8月號是生產線啊，來小解本所有鄉親朋友嘅是係講到倆怎講漢藥材來講，喺生活當中其實做下會用到咯嗬。但係用嘅時節，可能大家做下用一個雜味，嗬。啊，今邊同大家來小解嘅是係生意來就係喏台灣有種一個刺激可能未當好啦嗬。學講到入邊啊，頭先就講到一個。當歸咩嗬？當歸自己用法咩當到嗬？啊，也係自己花係拍攝嘅嗬，講到也係拍攝。韓國當歸自己季節來講，就係像頭先講到嘅單身窮樣咩嗬？所以講，你馬個時節種咗1年過後，就做得熟成。愛種嘅時節，愛比如講有的嘅蔬菜，有的佢愛種1年，就愛歇困2年，就種1年可能之後你要就不能每年都種在同一個地方。這兩種作物有這個問題嗎？會，因為其實我也不喜歡說作物是連續耕作在那一塊土地，所以我會用輪作的方式。那我就會以像紫錐菊花或者這一類作物去做輪作，可能今年這一塊地種當歸或丹參，隔年可能就種其他作物，這樣去輪作這樣子。哦，所以每一年在同一塊地哦，你不會種一樣的植物。講到紫錐菊花哈，對，剛剛我們提到的當歸的花是白色的，對，丹參呢？紫色的，它很像薰衣草那樣子，對。然後紫錐菊花的話，它就長這個樣子，對，然後也比較特別一點。所以紫錐菊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它並不是紫色的啊。對，它有點粉色。对，它有點粉色。那其實它，除了顏色上去命名以外，它主要一個錐字的話，它是因為它會隨着它越來越成熟，它會呈現一個錐狀體，那就會看起來像錐形的，叫紫錐花這樣。所以叫做紫錐花，我們長在那個田裡面，這樣看起來有點類似我們的那種。好像向日葵啊，或者什麼這樣，可是它比較特別，這是在田裡的照片狀況。然後
它其实最早是在北美洲的印第安纳人在使用的。古松也唔係台灣本地的衍生種，这是引進的。那我會栽種是因為台中農改場的老師他引進的，因為他最早像剛剛提到在北美洲印第安納人在使用。那西方人過去之後發現說，這東西怎麼好像他們外敷都內用都可以。他們牙齒痛啊、頭痛啊，或者是被蚊蟲咬傷，他們都拿來用。牙齒痛、頭牙痛，對，蚊的蟲的、雕到的，感冒啊，他都拿來用。人都沒做會得用。對，然後西方人就覺得很特別，然後就拿來大量使用，然後跟做相關的研究就比較多。所以說，它其實就對呼吸道免疫系統非常好，然後它可以調節免疫系統。那西方人他們就是會做很多相關研究，那可能把它拿來做萃取一些成分，可能濃縮的藥劑啊、滴劑啊這些都有。像我前一陣子看那個大賣場，他們也都有在進一些濃縮滴劑在使用。對。然後，所以我們自己在台灣來種這個紫錐花哦，其實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它既然是印第安，就是美國、歐美那邊的植物，那在台灣它就能夠種得起來，它適合花蓮這邊的環境嗎？對，其實後來試種的狀況目前還蠻適合的，原因是因為它氣候上其實它沒有那麼嚴苛，生長條件沒那麼嚴苛，那其實花蓮那邊還蠻適合栽種。那台中農改場的老師那時候他其實也像研究一段時間了，那這個有在推廣？對，現在也在推廣栽種。那當然也會希望說大家去多使用看看，因為歐美他們已經使用了，這是他們比較常用的菊花，那他們已經使用了100-200年以上有。那其實台灣跟亞洲可能剛開始流行，那可能就會建議大家可以使用看看，因為以往啊，可能我們吃的一些藥劑或者是狀況，它可能裡面都會有一些他們萃取的滴劑那個成分在裡面。那現在可能就我們自己也可以試着栽種，那使用看看新鮮的，或者是我們自己種出來乾燥的，這樣子。就等於說台灣自己有的話呢，可能我們就不一定要依賴進口啦，哈。這家油都這家色兩個，人講也台灣油的最好嘞，哈。講到一個紫錐花茶，我們的人講做泡茶來生的哈。也現從其實油啦，哈，還有刺林康拿嘞，哈，都像你下也係紫錐花，你講食起來佢嘅茶有嘛該用嘅咪是？味道，它味道大概是什麼樣子？它的味道其實跟那個有點像仙草甘茶加一點菊花的味道，比較不是說完全就是菊花的香氣。對，仙草加菊花，對，有一點點這種感覺哈。對，但是我現在舌頭是會麻掉，有一點點麻麻的，這正常嗎？正常的，因為有一些醫師認為說高品質的紫錐菊花會造成舌頭有一些麻刺感。那是正常的，像剛提到大賣場他們進的那種濃縮滴劑，滴一滴的話，舌頭就整個都麻掉。一滴哦，幾乎。那我們這樣子喝的時候量要不要控制？可能像如果像是濃縮的部分，所以如果國外濃縮的那種滴劑啊或藥丸，我會建議說可能就是2個禮拜，或者是有需要使用的時候再使用看看。他們產品的說明上應該也都會有類似的說明。只不過像我們是因為我新鮮採收，那做乾燥，沒有做濃縮萃取，所以其實在使用上的話，就當做日常使用食補是沒有關係。所以這個紫錐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花的這個部分，對，花的部分一樣整顆都可以運用嗎？紫錐菊花在國外也是整株都可以應用。那我自己目前因為在使用上，我都是以花為主，那葉子跟梗的部分有根的部分有在跟生技公司討論，那可能由生技公司他們去做精煉跟萃取這樣子。所以到一定的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做一些精煉萃取的這個動作了哈。那就是對了。那你們還有種其他的這個中藥的藥材植物？我有種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一樣，我們這邊有看到產品是白鶴靈芝。這邊看得到白鶴靈芝。對，它比較特別一點，其實它算是我從小到大都有喝過的一種很像青草茶的東西。那其實一開始也不曉得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花也是白色的。對，它之所以長得真的就像，它花的那個感覺就是小小隻的。對。拍殼的哈。對。因為它之所以命名叫白鶴靈芝，不是我們傳統認知上那種像
菇类的那种灵芝，所以它不是灵芝，它是草本植物。只是因为它的花很像一只小白鹤，然后作用性中医是认为说可以媲美灵芝，所以把它命名上叫白鹤灵芝，然后它对肺跟肝很好。对，所以你也种这个白鹤灵芝，但是刚刚你提到的，花莲农改场是种丹参跟当归，那紫锥菊是台中农改场哦，那你这个又是从哪一个农改场去长出来的？后来发现是因为自己家里有，然后我哈都有种哎，因为阿台他们以前他90几岁过往的时候，他有希望说我们把这个作物会留着，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很好，那我们从小也都会喝到，那我们那时候也都有留下来，就是一直都有种，那可是没有种很多。然后因为我回家种丹参跟当归，后来发现说，都在种保健作物。后来想说，小时候喝的这些很像青草茶的东西，去想找一下资料看是什么东西，后来才了解，其实它对身体也不错，然后就比较多一点去种这样子。所以现在你这个田里面种的就有4种。5种，刚刚还有提到那个姜黄啊。对。那姜黄的话，它的季节，它是不是有季节性？我先讲紫锥菊，紫锥菊花的季节性，它可能像秋天、冬天那个时候种，那隔年可能就是大概，因为它大概生长期加起来，所以想要买大概这个时间新鲜的。它大概对差不多就是大概6、7、8月左右，一直到9月份都陆续可以采收这样子。那如果是刚提到姜黄的部分，我大概3月到5月之间会去栽种，那采收的时间可能会是在可能我们秋天啊、冬天那个时候这样子。安用心啦吼，古时候迄也该时节然后上班哈真是东南西讲啦吼，因透过画面乡亲朋友其实们做得看得到吼，也该某汹涌的也该发色咯，也应该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丹参的花，真的很漂亮哈。这我想在田里面这样看过去，应该就像你刚说的那个薰衣草花，对，很像薰衣草。好，那我想这些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啊，我们就是那个农产品。那刚刚一直提到行销这一块真的很重要。那你行销大概，你如果自己跑市集，大概会去哪些地方？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你？我最常跑的是高雄的微风市集，因为他们有一个全国市集，他们微风市集比较比较常在做的部分是他们在地的小农去耕作的作物。那我会去参加，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全国市集，希望说可以补充一些他们高雄在地没有的农作物，比较特别的。那像这一类的保健作物，就是算是他们现在市集里面没有的东西。然后就过去那边设摊这样子，然后也都是有机的去采。那你这样子有点重南轻北呢。北部其实我也有跑，就是像台北有希望广场，希望广场这边找得到你，对，找得到。可是就是看时间啊，有时候会过去这样子。然后，因为它也都是6日，然后之前也有去过桃园那个桃乐市集那边也都有跑这样子。桃园呀 V 到市集的时候啊我想消费者最常问你的问題是什么？因为你这种东西可能大家不是很常见。他们问我说怎么跑到这里来卖，然后我会跟他们说，因为花莲那边我希望跟大家多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中药材都进口的，那想跟大家分享，台湾有在种一些有机的中药材，大家可以使用看看。那品质跟来源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像种源的部分，丹参、当归是从花莲农改场。紫锥菊花是从台中农改场，这些都是种源的问题，也都是没有其他的疑问啦，都是可以信任的。因讲真是今比非常好多咧，都也掉讲说係都生活當中啊，當平常嘅香藥材都台灣專門係有種係嘅有機嘅今每看到也掉種物安醬嘅也嘅外形韓國你看到也嘅講家們自家都也嘅家鄉啊，神芒大邊開墾出自家理想嘅也嘅田橋啊，真是係懂感通，係講鄉親朋友啊，不後生人家哋會鼓勵韓國愛說也嘅講到台灣自家本身種出來嘅農產品咧，就做得來前也嘅家們咯，今每當時望家們來到節目現場，安子些。後來，都來聊下家下呢，都聽到運動先生向下來好好做運動嘅什麼大家。